大家好，講起 AI 投資，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淨係諗起晶片股，但係 AI 呢架超級跑車都要有條穩陣嘅高速公路先跑得喐。今日我哋同大家拆解網絡巨頭思科系統。好多人以為思科淨係一間賣 router 同 switch 嘅公司，其實佢已經靜靜雞轉型做軟件同網絡安全平台。思科啱啱仲用咗280億美金收購咗 Splunk 如虎添翼。思科嘅護城河其實非常之深，全球財富500強企業入面有大約98%都係佢嘅客仔。企業一旦用咗佢哋嘅系統，想轉換去競爭對手度，個轉換成本同停機風險實在太高，所以客戶極之忠誠。市場而家可能忽略咗一點，就係思科喺 AI 代理時代嘅爆發力。隨住 AI 由淨係識傾偈進化到可以自動幫手做嘢，對網絡頻寬同埋安全防護嘅需求將會幾何級數咁上升，引爆一個網絡超級週期。思科正正就係提供呢啲關鍵基礎設施同埋 AI 防禦系統嘅幕後大玩家。睇睇財務基本面，思科嘅股東權益報酬率高達 25.2%， 賺錢能力超強，預期市盈率目前回落到大約25倍半，估值算係合理。不過投資當然有風險，思科面對最大嘅挑戰就係競爭激烈，好似 Arista Networks 同埋 Palo Alto 呢啲對手追得非常貼。加上如果全球經濟放緩，企業縮減 IT 開支，都會直接影響思科嘅收入。總括嚟講，如果你想長線佈局 AI 基礎設施同埋網絡安全呢兩個大主題，思科絕對係一隻值得放入觀察名單嘅實力股。最後提提大家，以上內容純屬市場分析，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獨立研究同考慮風險承受能力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